后来乡亲啊，卫福部的统计讲，台湾每5分钟就来发生一件家庭暴力的事件。妇女团体是呼吁社会爱多多来关心这个议题。救护车赶到病院，4岁查某囡仔双脚昏后就破烧水，烫着伤。我是你不要看死我啊！5岁查某囡仔唔听话，昏老爸站倒伫涂骹，像这款的家暴事件，去年平均每5分钟就发生一件，有超过10万人受到伤害。当年有15万的囡仔，互人苦毒，也是看到家庭暴力，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中。这个孩子坐在我面前，然后好久的时间，他就是低着头一直哭，他的手指就是几乎都是没有指甲，被咬得非常短。现代妇女基金会社工讲，即摆看到老母被暴力对待的囡仔，接受前后5年辅导，才有法度行出阴影。家庭暴力受害者有人得了忧郁症，还是焦虑症，甚至有人想不开，医疗费用比一般人加真济。可以的话，就离开那个状况吧，因为有的时候，我知道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可不可以有什么方法去改变？当亲密的关系出现伤害，一定要勇敢将门拍开，找人来斗相共，安尼才法度让这个囡仔平安的大汉。